西雅图水手队的铃木一朗今天于大联盟日本海外开幕战赛后宣布退休，结束了28年美日职棒的璀璨生涯，但他对棒球界的影响并不会因此消失。水手队与奥克兰加队连续2天在日本东京巨蛋进行海外开幕战，铃木一朗以球员身份上场，全场轰动。这位准名人堂的传奇选手，在赛后举行退休记者会，宣布高挂球鞋。铃木一朗职棒生涯从1992年开始，当时为欧力士蓝浪队选秀第4指名。刚开始加入职棒时，铃木一朗以独特的中摆式打法闻名，虽然教练团希望他修改姿势，但他仍坚持使用原姿势，直到加入美国职棒为止。1994年，铃木一朗开始在日职一军崭露头角，出赛130场，敲出210支安打，打击率高达 0.385， 获得年度打击王、安打王、最佳9人外野手、金手套外野手及太平洋联盟年度 MVP。从此开始，铃木一朗在日职年年出赛数都超过100场，且皆维持30%以上打击率。1995及1999年都敲出20支以上的全垒打。2000年，铃木一朗成为首位使用美日入闸制度的选手，西雅图水手付出入闸金1312万5千美元，对他自己与日本职棒来说，都写下历史新页。铃木一朗以亚洲面孔进军美国职棒，刚开始外界并不看好，不过他用手中球棒证明实力。他在2001年球季出赛157场，敲出多达242支安打，跑出56次盗垒，打击率 0.350， 美职首年就获得美联新人王、打击王、安打王、盗垒王、金手套外野手、银棒奖以及美联 MVP， 新人年就奠定了他的地位，也被誉为安打制造机。2012年季中，铃木一朗被交易至纽约洋基，2015年转战迈阿密马林鱼。2017年季后，马林鱼宣布不执行铃木一朗合约，让他成为自由球员。铃木一朗不轻言放弃，继续等待另外的大联盟合约。去年开季前，终于重回老东家水手队。不过去年5月，水手宣布铃木一朗将转任球团特别助理，不会再上场比赛，但他仍积极参与球团比赛与训练。铃木一朗当时幽默笑说，除非到了需要用拐杖，才会选择退休。美国 ESPN 作家汤普森 （Wright Thompson） 曾花5天时间采访、侧写铃木一朗。文中提到，队友分享铃木一朗如何用定制的盒子装球棒，以保持球棒免于受潮。小联盟时期，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挥棒10分钟，或是提早起床，天还没亮就训练。也提到他每次踏上球场前仔细清理、擦亮他的手套等。铃木一朗从3岁就深受父亲严格教育，较右撇子的铃木一朗用左手打击，在附近的公园每天做一样的事情，传球50次，打200球，手背练习50球，晚上去名古屋机场附近练打250至300颗球，每年365天重复一样的事情，造就了他日后严谨的与训练模式。人生除了棒球，其他都被评除。不论是惊人的成绩，还是成为所有球员楷模的棒球态度，都让铃木一朗成为一代传奇。如今他虽然高挂球鞋，但铃木一朗为美国、日本、
甚至是世界上所有热爱棒球的人，都留下了不会磨灭的影响与贡献。